来看赖清德总统今仔伫总统府主持10月份的长官进任授届典礼，嘛强调讲国军保家卫国，政府会继续做国军的靠山，来推动国防改革。国防部今仔嘛公布讲，透早就发现有23只中共军机出海，嘛有掌握到解放军最近有真侪演训的行动。今仔伫屏东的三军联训基地嘛举行联勇操演，甲北部的南洋指挥部同齐来演训，这嘛是头一届南北部队联合操演。目镜山直升机标准地面的靶区发射20公里连炮。拜三一早起，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第2天的联勇操演。这边特别由南部作战区陆军增加564旅，加北部的南洋指挥部机步营协同演训。模拟真实的战争时阵可能发生跨作战区协同作战的情形，也是第一遍联训基地南北搭配。因为中共对台湾武力拢无停，国防部公布25透早7点10分开始进行23台次强机出海活动，其中22台次是飞过海峡中线延伸线执行远海导航，并且掌控强军伫咧最近密集执行飞弹射击等演训活动。赖清德总统伫咧主持10月份将官正任授届典礼时阵，重申国军坚守岗位，保卫国家。政府会做国军的后盾，继续推展国防改革。我期许2位将军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，为国家打造现代化的国军，让整体战力一天比一天更坚实。因为赖总统也伫咧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进行的时阵，以录影的方式登上纽约非营利组织年度峰会，强调台湾愿意甲国际伙伴制定行一个民主的保护线，并且希望各国反对中国对年代第2500号决议的错误解释。China has distorted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in support of its One China principle, falsely claiming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, and that we have no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 system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fora. 咱驻纽约办事处是举办台湾友谊之夜，包括几多位友邦的领袖、外长，加美国外委会资深参议员拢到场参加，共同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联合国体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